乘坐 GBA 經香港轉機至其他目的地，簡單便捷，仲有唔少好處。託運行李由始發地直接送至目的地，乘客於轉機過程無需擔心及處理託運行李。此外，乘客亦無需重新辦理出入境手續及進出機場禁區，程序簡單之餘，仲能夠節省大量時間。呢條片就同大家介紹一下乘坐 GBA 經香港轉機至其他目的地嘅實際流程。情況一，同一張機票上持有兩段大灣區航空嘅接駁航班，乘客於始發地辦理登機手續時收到兩程航班嘅登機證，託運行李亦會被掛上中轉行李標籤。完成第一段航班抵達香港後，地勤人員會迎接轉機乘客並提供轉機資訊。轉機乘客其後只需前往就近嘅轉機處完成保安檢查，隨即就可以前往第二段航班嘅登機閘口準備轉機。途中無需擔心及處理託運行李，乘客嘅託運行李會直接送到目的地，完全係省心又輕鬆。情況二，持有分別兩張獨立嘅機票，兩段都係大灣區航空嘅航班。乘客於始發地辦理登機手續時，會收到第一程航班嘅登機證，託運行李同樣亦會被掛上中轉行李標籤。完成第一段航班抵達香港後，地勤人員會迎接轉機乘客並提供第二段航班嘅登機證，其餘流程同先前嘅一樣。又或者請乘客到禁區內 E1 嘅轉機服務櫃台，為第二段航班辦理登機手續，領取第二段航班嘅登機證。乘客其後前往就近嘅轉機處完成保安檢查，隨即就可以前往第二段航班嘅登機閘口準備登機。同樣，途中無需處理託運行李。若有其他情況，歡迎隨時揾機場地勤人員或大灣區航空職員，我哋非常樂意提供協助。以上兩種情況，最短所需時間只係55分鐘同60分鐘，途中均無需重新辦理出入境手續、進出機場禁區及處理託運行李。乘坐 GBA 經香港轉機至其他目的地，比你想象中簡單。